另外個八 TBC 移動硬盤插 USB。你自己寫啦。我唔打你有啊。8T 是移動硬盤啊。對，你有8T 係移動硬盤插喺個拉屎嘅 USB 口上邊，插在 NAS 嘅 USB 口上面。係咪咁寫啊？係。就咁寫得，對，咁樣得。咁應該可以，因為佢擺爆四人工度可以加啲8T USB 落去啊嘛。但係我啲理論上可以㗎。